位大家好，今天的节目是咱义大破歌，现在开始带来一首为你唱一首歌。纯情的歌寄送予你，我为你献唱一首歌，表示我对你的敬意。我为你献唱一首歌，是我真情的表示。也是为你传千里，希望会来听纯情的歌寄送予你。纯情的歌寄送予你，我为你献唱一首歌，表示我对你的敬意。我为你献唱一首歌，是我真情的表示。也是为你传千里，希望你会来听纯情的歌寄送予你。也是为你传千里，希望你会来听纯情的歌寄送予你。好，谢谢大家。今天的节目是咱义大破歌声，要来送予你，送予咱济观众朋友吼。啊，送予恁的时阵，你有感觉讲安尼家足温暖的？抱着这个满腹这个欢喜的心情。是啊，是啊，是啊。甲咱这乡亲时代爸爸妈妈，嘿，哦，这大哥兄嫂大家见面，欢迎收看义大破歌声。哇，来。伫遮吼，甲咱观众朋友吼来分享一下啦。那尤其是这段时间，观众朋友是毋是天气这2天啊，又搁反寒对无？是。寒的时阵咧，当然要记得保暖。对啦。但是咱有一寡，你讲我新闻伫咧看，讲哎呦，啊那失温啦，哦，啊是毋是透早一个爬开时阵？什么时代啊？搁伫咧做这个咧失温啊？嘿啊，讲毋是，结果老师啊，是半暝的时阵吼，雄雄爬开变数。昨昏的时阵，对，啊，这爬开变数的时阵吼，咱
就是安那离开着咱本地皮甲烧烧啊是，雄风要甲变数的时阵，咱拢本来是讲啊，着变数者尔，着无塔衫。对哦，啊，有当时啊，咱一寡时段就讲失注意，失注意，就讲你变数了后，啊，你想讲啊，我着想讲吼，时间短短啊，要过来啊，摕一下茶者嘿，哦，啊，着掰开啊，毋咧变数啊，啊，我喙焦，啊，着安那，佫行去走骹者洗一轮的时阵，嘿我咧讲哦，安尼感冒着啊，超过30秒。对，这昨的天气，别位哦，来我讲阮遮就好，都差10度尔，是啊，哦10度，啊体感温度的先差8、9度呢。系，啊，不但条这个天气的真冷，佮而且这个厕所内面的嘛真冰啊。哦，咱有的亲像这个硬的，对，哦，这个地方，哦，大理少的，是哦，也是讲着这个态度的。等后甲讲咱人发现的时阵呢，是，已经伫这个啥，伫这个微失温的这个状态。哦，吼，安尼啊，所以讲哦，规身人的时阵就会喘呢。是，嘿，甚至呢，即摆主持呢微失温的时阵对无？迄种语无伦次，语无伦次啦。嘿啊，我即过来做这有当惊着呢。嘿啊，那会突然间安尼。寒啦，啊，是寒啦寒，甚至讲吼，你若是安尼的时阵寒干咯，会影响到就是咱的心脏、对，血压。哦，这拢有当时啊，血压的转向哦，称悬会气的。管未够。对啊，所以讲哦，咱即摆现代吼科学血糖就甲啊一寡科学的较我啦较先进的一寡科学材料，愈来愈重视这项代志。对就讲咱伫要安怎伫平常时的时阵，随时会当互咱安尼保持一个体温，体温。哦保持稳定的体温。这就爱靠智慧啊。是。咱观众朋友，咱是毋是有一领有智慧的衫？嘿会当安怎？好，会当导热紧，导热紧，穿落就烧，啊，搁煞落吼一领，听好当咧3领的碰西衫，就是一领。啊，伊毋是靠厚度哦，你知影碰西衫是安怎靠厚度？对。啊，伊搁会产生静电，吼，迄足麻烦的。我就甲你讲啊，我进前捌穿2领碰西衫，甲塔做伙吼。到厝内底的时阵，迄个外口那碰西衫要甲脱掉，伊外套嘛吼，好啪啪叫啦，家己去互家己电甲哀哀叫呢。对。相信咱足侪咱观众朋友拢总即种的安怎，即种的经验。啊，咱即摆咧讲的这个有智慧的衫、巧的衫，伊就会当随时随刻导热，伫咱身躯所你穿着、你握着的所在，伊会当自动升温。对，过路循环这就是科技啊！哦，这生活不是靠高度的啊！不，这叫做发热，吼发热，伊靠导热，伊会当甲你控制温度，搁刷落伊安怎抗静电。哦，抗静电就是我拄则讲的，讲有的人为着要烧，穿一寡传统的碰西衫啦，吼，穿一寡较会产生静电的，嘿，啊，搁刷落高度真高，你为着讲要互你温度控制掉咧。穿3领、穿4领，人讲洋葱式的穿法对无？像啊葱头安尼，一沿过一沿。啊，你若穿伤济沿的时阵，你是毋是足笨强的？你活动就无好啊，对无？是啊。所以讲好的物件吼，敢若亲像讲咸椒啊，若咸一粒就咸啊。对啦。大肠啊，这大粒的时阵就未咸。啊，就袂咸，壳还共款对无？科技的物件。对，啊，所以讲咱即马就有咱观众朋友讲做，共款咸椒啊，啊，你去买了对无？是。哦，去买迄大料，去菜市啊买，讲一领，色水乌乌，伊你甲当做咱的智慧型的，迄个智慧型的一领，毋是哈。你爱看是毋是台湾制作的？你爱看伊内底拍数有够无？哦，石墨烯的拍数有够无？即马吼上新的科技就是讲，将石墨烯甲用伫咱的身躯的穿的。吼，包括讲咱的衫，也是讲裤、长裤、袜子，包括护腰啦，甚至咧困的，迄个啊，即马拢总啊啦，皮嘛拢做甲石墨烯啊。啊，即个物件就是讲，即几年内底上夯的物件。啊，伊安怎会夯？伊就是有达到迄个效果。是，会当帮忙你平衡即个温度。对。吼，不只是讲互你穿，即个爽快以外，佫会当隔离即个静电、控温，吼，啊，互你本身的身材即个呢。啊，咱的这个红外线、红赤外线，互你循环更较好安尼，更加一层的这个保护啊，感觉穿足够的，伊就是安尼，补啊，一领就好。对，
这就是像这个科技材料哎呦，。这真正是薄薄啊，一领就会好啊。这个叫智慧的衫裤，智慧的救衫裤命衣啦。所以讲，观众朋友，你若讲这救命衫裤两工啊，哦，拢有寒着啊，对无吼？咱迄领有智慧迄领，你都有叫转去，对爱摕出来穿。绝对一人个因为我吼，顶礼拜拄着一个阿姐，有放你啦，吼，我有甲你叫迄翘租迄领衫呢。是。我讲阿姊穿了安怎？毋过拄仔未穿咧。我讲哈，啊你哪未穿？啊，都毋甘穿。哇，观众朋友，咱有过年才要穿的。这平常时唔好话爱穿啊。买顿爱穿话。对啦你们知讲就这个物件好人甲歹。即马这科技甲做甲啥，叫做保命衣呢？阮这伫咧保讲过命衣，你敢知是啊影？拢配合啥呢？这嘿，爬山的时阵，你敢知影？人即马有咧专门咧登山客啊，你敢知影？来山顶悬海拔超过4000、5000的时阵吼，已经安怎？迄拢总落雪，拢冻霜。因就是安怎？拢靠即领保命衫。我讲叫做翘做保命衫。即马所有迄个叫做一寡运动用品社啊吼，迄呢专工设计即种石墨烯，规套拢总是。迄一领爱2、3万块呢。真正材质的关系，材质的关系啦吼，好好。啊，所以讲咱观众朋友，咱迄领翘租一定爱摕出来穿哦。嘿，好，讲到这哈，甲咱观众朋友提醒者，啊嘛感谢来老师来准备咱来下一段了吼。啊，我来看嘛，今仔是啥物人上线咯？来，隆中大哥、岳庆阿姐、明源大哥、徐爸爸、徐妈妈，当的你好哦，焕忠大哥哦，正兴哥好，顺天哥哥。咱的洪明吉大哥好哦，跟咱刘大哥、尤大嫂、林贤大哥、文东哥哥，谢谢移民哥哥、文良、剑山哥哥哈，宝丹姐好，嘉明大姐你好，罗州的李大哥哈，来光前大哥好，秀芳姐好，显萌大哥哈，来龙泰大哥谢谢，今仔日有，来今仔有哈有新朋友哦，67660216555哈，谢谢大家哦，来。即摆要来进行着咱即个点歌的时间，6首歌曲，头一首《流浪吉普赛姑娘》。随风吹来吹去，流浪来生活。第二首《思念故乡心爱的人》。心爱的迄个人，怎样过日子？思念故乡心爱的人。来第三首哦，情歌对唱哈，情难断，梦袂醒。一场梦到这渐渐醒，一段情已经袂当圆。来第四首歌曲，咱两人的约会。咱两人时常约束黄昏的小黄花，看见灯火渐渐光。来第五首，风流的行船人。若实在船顶带着吉他念歌词，会予人笑着阮是风流的行船人。上尾的这首，阮的故乡南都。宝岛故乡，怀念阮的乡里，自从离开来到异乡，已经过数年。来，以
上6首歌曲，甲咱观众朋友准备，咱来做互动啊。头前电话这线才对哈，8326-317。8326-317。哎，中华关系如果我们直接加控制就可以哦。送予你，我来为你演唱这首歌，是我对你的敬意。我来为你演唱这首歌，欢迎头一位观众朋友上线。喂，你好，先生好，第3号哦。万美邓美娟，哦，啊，咱住倒位？情难断，郑小姐，郑小姐遐。望美我写开哦嘿。好好好，谢谢谢谢。喂，你好，文东哥。喂，方林，嗨。哎，你好，你好。好好。江林老师哦，你好洪大哥，你好哦。是我讲第2、第3，第2、第3。哦好，我写开哈。哦，谢谢谢谢，感恩。好，谢好谢谢谢。喂，你好，宋小姐。喂，你好，第3条。安尼哦。嘿，好，我写情开哈。难断，平安。气。来，玉萱姐。喂，小丽老师你好，方婷你好，嗨。我要点第3甲第4。安尼哦。第哎3好，甲第谢谢4。你啊。好，谢谢。好。哎，你好，尤大嫂。两个约会。喂。你看看俺我老早你。喂，阿嫂，换伫你后。刘大嫂，啊，来，来接起来喂。喂，阿嫂，还是换你后嘿。我2甲3。哦，跟啊甲3。OK，没问题。思念故来乡。好，谢谢。来哟，卢青大哥。哎，来，卢青大哥你好。第3甲第5。第3甲第5哟。哦，好，我写开哦嘿。好，平安哈，谢谢。啊，你好，张小姐。我要选3号个字号。 3号、4号3哦。号个字好，号。没问题哦哈。好，谢谢你，谢谢。来，康康。大家好，我是康康，方林在江林老师，大家好。收到。第3首，情难断。梦未醒，情难断，梦未去。第4首，当2个人的约会，我们2个人的约会，谢谢，感恩，拜拜。来，顺天哥哥。 2位主持人下午好，我要听第2首跟第5首，谢谢，感恩。谢谢顺天哥哥吼，平安。啊，你好，坤星哥哥。喂，坤星大哥。我几号？3甲5。好，我写开哈。好，谢谢，平安。好，啊，请我收哦嘿，来，陈妈妈。喂，宝玲，小玲，你怎不了情难断梦未起？好，拜拜。好，等下就甲咱唱吼。 OK 还有林贤大哥。我今天选第3个跟第6个，安尼。第3跟第6好吗？可以吗？谢谢哦。好，不客谢气。谢谢谢，感谢咱林贤大哥。来，安尼好啦，今仔日吼就是这首《情难断梦未醒》爱先啊吼。好，来，老师咱来先来做准备啦吼。来哦，准备哦，听歌哦，这首歌曲。来。 郑大哥，跟咱的文东哥哥，咱的宋华姐、玉轩、尤大哥、尤大嫂、卢青大哥、张大姐、康康、坤庆哥哥、陈妈妈、林贤大哥，来感谢恁的点播，嘛感谢侪侪观众朋友会记得恁的捧花声哦，谢谢。
一场梦到这渐渐醒，一段情已经袂当圆。千言万语点点来离开，只有阿妈来祝福你。过去的甜蜜感情不是夜夜甜。对你的思念，心情刷来日日甜，不想你搁想起。情难断，梦袂醒。一场梦到这渐渐醒，一段情已经袂当圆。千言万语点点来离开，只有阿妈来祝福你。过去的甜蜜感情不是夜夜甜。对你的思念，心情刷来日日甜，不想你搁想起。情难断，梦袂醒。来，谢谢我们的张小姐、水天哥哥、林太太、尤大哥、尤大嫂、文东哥哥、宇轩，谢谢辽兴大哥、苍雄大哥。来，嘉宾大姐你好，谢谢恁的捧花笑。来，红珠姐啊，谢谢秀芳。爱珠姐，谢谢宝丹姐，感谢啊。过去的甜蜜感情不是夜夜甜。对你的思念，心情刷来日日甜，不想你搁想起。情难断，梦袂醒。情难断，梦袂醒。好，谢谢大家。来哦，听完这首歌曲了后，咱来进行到咱第二阶段哈。感谢咱富龙姐、宝丹姐姐、顺天哥哥、明杰大哥，哇，恁继续恁的普话声，我拢有看到呢。谢谢哈，感觉足温暖的哈。来，讲到温暖哈，咱等下要来进行到，林太太嘛上线哈。来，咱等下要来进行到第二阶段，就是互咱观众朋友来准备听好歌。有歌名，好礼送互恁，要送一个会当温暖的哦，甚至会当互咱观众朋友讲好做哇，什么汉臭味啦，尤其若讲查某人，也是讲咱这大哥就是安怎，拢总年纪较侪的时阵吼，会有当时流紧袂调呢，闪流，无就吼放完了后，会咱小可喘一瞬啊，
阿嫂摕一当拍一骹上嘛，闪溜这啊。来，今仔甲恁讲的这领石墨烯的内裤吼，我来送恁这领哈，这领。我咧讲，这伫百货公司伫咧卖的时阵，一领爱千几箍伫咧。哦，啊，即摆这对最主要是这个石墨烯，这种石墨烯吼，伊就导电导热性新的纳米材料。哦，内底有弯切外线，哦，无单筋的，即摆拢搁有内底搁加一个锌，哦，加一个锌的那也抗菌除臭力搁较好，哦，搁较好啊而且呢，这种换着身躯的时阵吼。伊袂伤烧啦，你毋免哦，伊毋是插电落去，你无甲控制又好势，直直烧去哈。伊就是体温。对，随时无论是热天也好，寒天也好，伊拢甲你保持着甲你的体温拄啊上拄啊好迄个温度，这袂讲怎，甲你保持温度啦。这袂讲怎吼，啉时寒来就室温。对，伊是随着你的体，哦，咱外口温度，还是讲室内温度。伊会当自动调温的呢，吼，这就是石墨烯伊的特性就是安尼，吼，啊，这领内裤真正是足舒适的啦，吼，伊这吼腹肚汤的所在，甲你做包覆，哦，你咧穿的时阵，查某人这腹肚汤啊来软这啊，吼，滚这个回冰。我咧讲，甲你加压，啊加压了吼，这裤头穿落时阵白，尻川倒搁甲你和开，哦，这是有甲你提臀效果的哈。啊，查甫无共款，查甫是四角的哈。啊，你即摆来讲，查甫甲咱摇的时阵摇着，吼啊，咱若抽出来是男生，我送你男生；女生我送你女生的，好无？好来，准备落歌。带来一首一支歌曲所改编的轻松歌曲，好来哟。6字哈。繁华的都市，黄昏日头若照爱人的门口，予人的心意，予阮想稀释。初恋的绝色线，游来游去，悄送，悄送。后悔若开始亲爱的浪卷，听讲这阵袂转来，七月的罗曼史，咱撒去，美丽的都市。风吹来，带着快乐的。冬日的天晴无分孤单在山顶，看着大海洋，青青无踪影。茫茫的长暗暝，一夜过一夜，悄送，悄送。山顶开了又下去，总是等阮回来时，七月的罗曼史，咱撒去，咱撒去，美丽的都市。这首歌曲叫做什么名？来，咱观众朋友来甲又看卖咧。那在这个歌名的时阵，咱个节目专线电话伫遮：0483263117。
刷入去，要来甲演奏一段。咱一旁先生早前真受反响一个歌曲。这首歌曲拢总有6字啊，歌词内面都有啊，歌曲内面的歌词内面都有歌名咯。来。热天更美丽，风送阮酒味，夜半做阵在路边，谈情到手机，已经将情意情绵绵，感伤的城市，但爱北上我灵视。夜寒冷露水滴，小青月暗暝，夜酒杯若放弃，人情无心来比，希望了解阮心。烧火的莲花枝，倒唱的城市，但爱北上我灵视。这首歌曲叫做什么名？台北上我灵视。我来甲演奏一对这个热门的，演奏起了后，要来公布答案。谢谢。我那后者吼，时间的关系啦。我即马要来甲公布这个答案。足济，即马咱观众朋友愈来愈厉害啊！情声清浅，带着迷恋意，看的感情来只有阮一人思念。
在阮目前。这首歌叫做《当家的乌德姑娘》，当家乌德姑娘。是人啊，撒去喏，久久上的事。哦，久久上的是好，嘿，当家蝴蝶姑娘，当家，当期嘛会使的，应当是要讲家。然后当家。哦，爱讲鸡家。啊！伊早吼，阮台语的时阵兜的边仔吼，有一个鸡啊，处处吼，我拢讲迄鸡啊。昨的城市，台北上无亮时。唱甲阁会准，哎呀，曲后啦你哦，曲后，是。迄你若像拄则讲伫咧讲，大歌厅的时阵咧，现场李达伫咧走的，乐队伫咧走，才有法度安尼。安尼哦。伊过早停起来，互你去救啦。哦，伊啊伫咧日本的时啊，阵搁有咧大歌厅我啊，若家己伫咧走法。的时阵吼，观众朋友啊，唱毋对的时阵，也是吼，迄麦克风袂记咧开的时阵，佫会家己佫会当停来。系啊，佫会当讲起来呢，系啊。耶，哇，那袂记咧开，佫较记开咧。耶，南无啦哒哒哒哒哒哒哒。这就是吼，家己自弹自唱的好处啦吼。啊，当然啦，我做伊的歌手来讲吼，嘛有一个好处，就讲咱这现场的，甲放大较无啥共款，就讲会唱毋对，我讲老师同齐，咱搁停来者，搁停来者，安尼吼，马上转换吼。啊，这咱的吉他谱歌啥特殊的地方来，今仔这拢总是有对啦吼。好，啊对什么？对即领石墨烯，石墨烯的咱的发内裤，啊精品内裤。真正是精品中的精品啊！吼，伊搁甲你做吼，这香面这巴肚汤的时阵，搁甲你做安怎做调整？压花。我咧讲，咱一般吼爱穿迄种束裤，才有通迄条那巴肚迄才会当甲你做收束。但伊真领，伊毋是束裤，但是伊就是迄个效果，搁袂伤白。迄有诶伤束裤吼，足白个穿着足艰苦，连要裤底的时阵拢感觉不舒服，对不对？阮真领来看吼，有穿敢若无穿咧。嘿啊，你穿了了，你家己望感觉，哎呦，我今日敢有记咧穿内裤出门？这真正吼，这真正好的不得了，很贴身啦，吼。啊，讲到石墨烯吼，观众朋友，这几年你若目前还无石墨烯的物件，我咧讲吼，我的节目一定要甲我看者哈。好甲实在是，学落甲人客学落甲会得志安尼吼。啊，我咧讲吼，物件好，佮俗，好用，价钱公道，无单斤。我咧讲，佮会当互你穿出门的，会当穿出门的哈，毋免互你安尼秘伫内底讲，敢若内衫嘞，不用，佮会当互你穿出门。可以外穿。可以外穿。你看卖，我若是讲麦克风，吼。可以外传啊！等下甲恁讲，来先进一段广告时间。要甲咱介绍就是领石墨烯的这领衫，这领会使讲衫，这领袂使甲你老师，我就讲袂使讲内衫。啊，咱敢有穿内衫？无穿啊！你看嘛，我这领衫如果我若要外穿的时阵，外穿可不可以？可以呀。我吼安尼小可用者视频了后，观众朋友你感觉讲我是咧穿内衫嘛？没有，里听吼很好看，搭什么衫拢总好看。啊，我这是正讲台湾制造的石墨烯哈，伊叫做发热保暖衣。而且呢，今年哦，我们今年要再把它升级，加上新，哦，佮加上新哈。啊，我咧讲专程，就是我讲伫阮社头制造的哈，这呢拢总是台湾制造。为什么要佮加一个新呢？伊极度保暖，而且呢，它透气性更好，伊会当抗菌除臭。氧化锌呢，伊这个锌就厉害，就当抗菌除臭。真济阿姐大哥寒人到的时阵，有当时啊冷刚才洗身躯，冷刚才换衫裤，你会有啥物味？会有老人味，老人味真正是老人味。我咧讲吼，今年特别佮加这个锌落去的时阵呢，伊会当抗菌除臭，袂迄种安怎有迄种歹味。啊，伊的吸湿佮透气哈，蓄热保温哈，佮了导放静电。我讲吼，这一领会当挡咧3领的碰洗衫，
碰西衫你咧烫的时阵，佫会啪啪叫对无？寒人到的时阵啪啪叫呢，有静电啊。我真正会当导放静电，所以讲你咧困，你穿真正伫咧困的时阵，你加足安眠的，无静电。无啊，我咧讲哦，而且伊是有远红外线加负离子自费型的控温。我讲吼，真正叫做翘租的衫啦，伊自动啊啦，甲你升温，好穿落的时阵马上就烧。等到你若讲雄雄来到20几度的时阵，伊安怎伊会甲你降落来，吼，自动升温，自动降温，吼，啊，我咧讲，佫真大心，哦，这天我咧讲哦，这安尼吼，倒伫你的皮肤的时阵吼。你会感觉安尼足舒服，而且呢，伊的弹性足好诶，为45公斤会当安怎穿到90公斤。来，今年就是这个班，为什么爱做美智玲诶？因为咧做美智玲的时阵吼，咱一个阿姐，你咧穿衫裤的时阵，伊惊讲我咧讲哦，伊不爱互你安尼顶头佫感觉加一圆啦。哦，所以讲吼，你来看哦，你看哦，这咧穿的时阵，安尼。你看啊，头一领，咱若讲啊，无我出门的时阵，佫加头一领，可不可以？看袂到内面你领。安尼就是看袂到内面你领。啊，伊就穿个薄薄安尼尔。好。啊，结果身袂寒。不会，我咧讲吼，这领衫我甲恁讲过哈，一领当咧3领碰西衫，你只要薄薄一领就好啊，薄薄的一件就好了哦吼。足溜粒袂分枪。啊，我咧讲，尤其是这色的。叫做百搭颜色，我都吼，凊彩我拄则脱我迄衫裤吼，啊摕来的时阵，我感觉啊，我怎么搭就怎么好看呢？是啊，安尼有好看无？嘛是足好看的。你看袂出来讲伊是安怎？伊无像老师讲，这内衫，但是呢，伊的内衣会当外穿，穿出去的时阵，人无感觉讲你是咧穿内衫。嘿，哦，对无吼？你讲啊，你拢穿乌的。我嘛会使穿红的啊，穿红的嘛足水的啊。安尼，哦，迄个皮衣呢？哎对啊，我咧讲吼，你若出门的时阵，像芳玲来，红水我甲你讲，一领吼，石墨烯的，一领保暖衣吼，叫做一件搞定吼。啊，这要安怎买？这一领百货公司1980块，1980块，这不离价哈。而且咱这是会使讲是最高阶、上盖官芳的哦吼，上盖官芳的哈，来。迄石墨烯吼，大家即马若摸着是，尤其是你若是讲伊石墨烯下了即个啊，伊即面无够是吧？安尼我咧讲吼，伊就无法度安怎升温啊哈，咱这成分拢绝对有够，而且正港台湾制作的哈，不止要甲你保暖，要搁甲你抗菌除臭，会当互你做自动发热哦吼。来，一领外口伫咧卖1980块，咱今仔优待介绍，互咱观众朋友哈，单一件。一领12块就好啦，12块。嘿啦，因为老师啊，咱隔壁小老板即摆人伫外口哈，哈，今仔的小老板讲吼，一领1200块就好啊。啊，当然，咱唔好甲阮买一领，我干那安尼甲恁寄吼，用这种遮优惠的介绍。恁阿桑讲我做，咱就个阿姐讲，啊，我都爱换吼，爱换吼，对来，要互恁好替换的吼。一摆买回去的时阵，两领偌济，2400块，对不对？对。来，两领啦，2400块时阵，安尼，我叫老板搁减者啦，搁甲你减者600块啦，600块，减600块，安尼偌济啊？2400块搁减600块，安尼剩18块尔。对。来，18块吼，今仔老板伫外口，观众朋友，我吼绝对袂付互你入来凹啦，袂，甲冲动者哈，因为吼。就这咱观众朋友，你去年没有买到的，对不对？来，没关系，因为今年升级版来了哈，再加新哦哈，抗菌除臭啊哈。今仔日你电话卡通的时阵，两领优待介绍18块对无哈？对。电话卡通再加嘛，搁加送一领。啊，你等于3领。安尼唔才有法度小替换，对无？3领你来讲要出国要去外口佚佗的时阵，多3领小替换对无哈？来，今仔电话甲卡通的时阵，本地我咧讲哦，一组就爱3600块啦，一领若卖你1200块来讲啦吼，爱3600块。今仔互你对折的钱，摕当1800块来，电话互咱观众朋友打卡。哇，真正把机会啊！0800081518哦吼，我正港台湾制作的哈，我在台湾制作的啦哈，来互咱观众朋友穿起来会抖个会水，我咧讲吼。这衫身实在有够好看的吼，安怎穿都安怎好看啦吼。来，0800英文版0800815181吼。来，互咱小姐电话即马开始，互咱小姐接哈。今仔日
3领是3600块，今仔优待介绍哦吼，拍对折1800块，你摕回去是3领啊，3领。我跟你讲，你安尼穿起来，你敢不感觉讲这个是内衣吗？不可能啦吼。这衫裤安尼，互你穿起的时阵，我跟你讲，你安怎搭就安怎好看。而且我跟你讲哦，观众朋友，一件一领当咧3领的碰西衫哦。所以讲，恁电话赶紧卡08008158100800815181，规个拢总满线，先来满线，因为恁旧年啦买无到，去年没有买到的人吼，真正今年恁电话拢要卡开啦吼。来，元培大哥，来元培大哥，你要一组吼？一组啊。好，谢谢，各感谢哦，嘿，谢谢。当时去啊？明仔载若无到，后日到哦，嘿，好，谢谢。来，丽华姐，丽华姐要一组吼？恁那有分赛事无？无分，拢免分的吼，无分哦，嘿，好，一组啦。好，谢谢哈，谢谢。来，玉霞姐，王小姐，我要一组。王小姐哈，好，我写开哦，嘿，好，谢谢，好，感谢。来，电话拢总满线了，吼，来，桂香姐你好，桂香姐要一组哈，好，我写开哦，嘿，好，谢谢我们的桂香姐哦，哈，好，拜拜。来，连生大哥，晓晓，连生嫂哦，你迄有查甫无？无查甫，今年无查甫，查甫就是这领，同款穿这领，爱较瘦的60，咱差不多。80公斤以下拢总会穿的，那查甫80公斤，因为较大。我60块尔啦。可以的，谢谢大哥，甲你下海哦嘿。好。好啊，安来会穿咧哦。绝对会穿的，若袂穿的你才找我。你若查甫60外公斤，绝对会穿的吼。若袂穿的你才体现我就好啊哈。好，来08008158100800815181哦吼。喂。咱的全越大哥呀。有。全越收来啊。哦，我下海哦嘿。好，谢谢，感谢。好，喂咧，甜心大哥你好。一组啦吼，好，我下开哦嘿，谢谢，感谢。喂，你好，新朋友你好。要一组啦。好，我下开，但是等下再敲电话甲你问主旨哦嘿，谢谢。来，桂梅姐你好。阿三，几领？3领1800块，上介俗的哦嘿。3领。嘿对。无裤。无裤你另外买啦，裤我有裤啦吼，我有内裤、长裤，吼，包括护膝袜子吼。3领衫。嘿对，这你要爱无？好啦。好，我下开哦嘿，好，谢谢我们的桂梅姐哈。对了哈。对，来3领哦嘿，谢谢，感谢。来哟，赵英姐你好。好，我要爱一组。好，谢谢你哈。来，今仔日去，明仔若无到，后日到。我跟你讲吼，我这组石墨烯，今年是石墨烯的，然后啦，发热衣哈，一领当做衫。我来讲，你也可以主动3领碰西衫，而且我来讲吼，保轻个刀，互你穿很轻很小，有够好诶，很好看，对不对？我嘛感觉我跟他安尼穿就足好看。好，来，谢谢。喂，美英姐你好。好。美英姐。明天没有到，后天到哦，嘿，好，谢谢。观众朋友，整个都还在满线，啊，阮小姐豆啊食。我咧讲吼，真正是，如果你若是讲准备这个过年有想讲要出国啊好，吼，你出国，大家拢想讲，即摆出国一定，尤其是你若去韩国、日本，拢足寒的对无？好，唔知要安怎穿，我咧讲，你会记得。这3领较早出去，你唔免早甲正大歹。一般若像我若出国安尼来讲，我这领扎咧了后，搁早加一领背心，搁一领咱这个羽绒外套，安尼就有够啊！吼，安尼就拢总有够啊！吼，啊，所以讲观众朋友来电话继续互恁卡哈，今仔日真正是拍对折，吼，拍对折，啊，正港台湾制作的，吼，正港台湾制作足特殊的啦，咱这吼，我讲吼。咧穿的时阵啊，因为我咧讲哦，它是8分袖，吼8分袖，伊毋是专长的，吼，你敢知？你若专长的时阵吼，你有当时咧做工课袂溜了，吼啊，甚至你会吐出来，有的人他不想不爱走出来嘛，对无？所以讲他做8分袖，吼啊，你来做工课的时阵，吼，伊的弹性有够好的，吼。这会使讲为45公斤甲90公斤拢总会穿的，长度。较
放肚财，咱的臀部会当砍到一半，因为呢，伊做较长，吼，而且我咧讲绝对袂干啦，袂卷开，袂卷开。有真济阿姐姐咧穿衫的时阵讲，哎呦，它会不会卷起来？它不会卷起来，你放心好了哈。而且伊足刀的，身躯身，我拢讲吼，穿衣服很重要。咱真济阿姐拢不爱穿安尼笨枪啊，它薄薄的、薄薄啊。我咧讲吼，伊就是会刀，吼，伊就非常的刀，吼，你看嘛，伊足刀的，吼，伊足刀的，吼，所以讲观众朋友，吼，会记得哈。电话继续互恁卡吼，电话继续互恁卡哈。来哦，老师，无你来准备一首歌啦。系啦，我来线卡搁倒接电话者，规个吼，规个拢总满线的咧吼。我咧讲哦，真正是你若旧年有买着，吼，还是买无着的，买着我咧讲你还甲遮骂啦，因为这种是安怎？这一定要一段时间一定要淘汰嘛，吼，衫裤就是安尼啊，吼，穿久的时阵，虽然伊是永久性的，石墨烯永久性的，但是咱拢一段时间，这是消耗品嘛，吼，就跟咱咧穿袜仔共款，穿内裤共款，时间到一段时间都要换掉。你旧年买无着，我希望你今年一定要甲买着，这叫做好，这个保身。保命啦，保命吼，保命衫裤吼。好来，我即摆要来线卡，甲恁斗接电话啊吼。话规拢满线，老师我来斗接者，来你要买倒一首。思念故乡心爱。好，谢谢。好来，非常感谢哈。今年做这个过年前吼，咱个冬天呢，互你减少一摆这个感冒性，你就够本啊。都记得咧，真正有信用的哈，买着敢若捡着同款。思念故乡心爱的人。爱的迄个人，怎样过日子？有时都予我想起，要人的笑容。山岭的风吹来，亲像伊的声。我思念着故乡迄个人。一年，依然弥流浪来到繁华的都市，心爱的小故人，亲像在身边，予我思念着故乡迄个人。繁华的夜都市，灯火闪闪时，看人的汤甘蜜甜，因我自泪甜。故命
思念故乡。你等我，给你回电话吼。OK，谢谢好。好来，我即马吼来邀出着今日中奖的人客。来，电话是，真正是白线，嘿，因为这好物件大家拢会知影，嘿，而且数量不多。为什么？因为可能咱的这档期做完的时阵，阮就结束了。对因为吼，你知影这种物件伫咧落单的时阵是伫还未寒天的时阵就爱落单。是，所以讲落单落去就是讲，咱有固定讲是几千领。一档期了后，咱就无搁落单，无可能过年过啊，就春天到啊，哪有可能搁咧落单？不可能吼。所以讲，观众朋友，恁电话赶紧卡，因为数量有限吼。来哦。秋景嫂啊，恭喜你呢！哦，阮的蔡秋静阿嫂呢？蔡大嫂，蔡大嫂哦，吼，好来。音乐甲走落去。好，谢谢秋静姐、秋静阿嫂啦，吼。我逐工拢总有准时拢有咧卡，吼，而且足好又乖，吼，足好又乖哈。后来。所以讲哦，观众朋友，咱的数量有限啊，已经接近尾声了，这档期可能这档期我滑落去的时阵，我看外口这种数量应该是差不多啊，所以讲观众朋友来，开始要紧哦，你唔好搁像旧年安尼，我都无啊，一直搁甲我堆，一直搁甲我堆哈，谢谢你们哈，祝恁健康哦。来，我小等落节目了，我赶快伫线卡继续甲恁做服务哈，恁电话继续卡，谢谢。风流的家村人。在春天，我着去打念歌词，会予人笑着阮是风流的家村人。思念着故乡的心爱伊个人，不时来叫着伊的